嗨，大家好，我是探评叔。今天是2025年3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0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13天。前线发生90多场战斗，在库尔斯克前线，据前线最新的战报和视频显示，双方大战超过16次。俄军向乌军控制区投掷了47枚滑翔炸弹，而乌军也打击了俄罗斯的乌法炼油厂。前两天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的叫叶夫帕托里亚高速公路上，价值昂贵的俄 S-400、S-300 防空导弹系统雷达站被乌军摧毁。罗斯托夫州主要天然气管道叫索赫拉诺夫斯基线性生产部附近发生强烈的爆炸，当地的州长证实，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击中了罗斯托夫州切尔特科夫斯基的一条输油管道和一个工业仓库。同时，乌军使用集束弹药袭击了赫尔松地区的一处俄罗斯军事训练场。乌克兰的第14旅的无人机操作员发现俄军的一处训练场，随后引导海马斯发射集束弹药，成功击中俄罗斯训练场上的一个步兵机群，这个造成俄军伤亡恐怕要几十人。这两天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媒体报道美国已经暂时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个虽然美国的官方还没有出来澄清这个事情，但是从目前这个表现来看，恐怕特朗普已经开始助纣为虐。泽连斯基自己在3月4号晚上他自己录的那个视频，泽连斯基自己说，对待美国援助的问题应依赖官方消息，不应靠猜测来判断情况。至少从乌克兰方面来说官方并没有得到美国的确切的一个说法，说要停止给乌克兰军事援助。但是综合其他的信息恐怕特朗普确实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甚至已经停止了情报共享。这个美国的总统助理，实际上就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沃尔兹，他说，如果乌克兰的谈判取得成功，美国将考虑恢复对乌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沃尔兹他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谈判中取得成功，并推进谈判进程，并实际提出一些巩固信任的措施，特朗普总统将认真考虑结束这一援助的暂停。也就是说，美国的官方已经也承认暂停了这个军事援助。福克斯新闻白宫记者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他正式宣布，美国已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数据。也就是上午的时候他说只是暂停这个武器援助，到了晚上情况进一步恶化，连情报共享数据也暂停。这个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已经向这个普京跪下了，叫先跪为敬。福克斯新闻记者白宫报道说，拉特克里夫补充说，他期待在特朗普收到信后取消暂停，并与乌克兰在和平道路上合作。取消了情报共享，取消了武器援助，肯定会严重削弱乌军在前线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在助长俄罗斯军队，在助长普京。但有媒体说，美国虽然对乌克兰终止了情报共享，但是跟英国法国还在共享情报，是不是英法会作为二传手，把这些军事情报再共享给乌克兰？这个不好说。总之目前特朗普这些种种做法还是在给乌克兰进行极限施压，把这种霸凌弱小要进行到底。乌克兰的前外交部长库列巴说，他说特朗普未来可能进一步升级针对乌克兰的施压，以求快速迫使其签署美方想要的协议，以此向所有人展示他的伟大。库列巴对泽连斯基的表现持褒扬态度，他认为泽连斯基很清楚特朗普的想法，并尽可能的为乌克兰争取更好的条件。只是库列巴认为这种扯皮最终将是俄罗斯受益。实际上特朗普已经在帮普京了，也就是说他不仅是言语上面打压 PUA 乌克兰，霸凌乌克兰，污蔑泽连斯基，他在行动上已经开始在资助俄罗斯这个时候玩的叫釜底抽薪。虽然特朗普釜底抽薪的目的恐怕不一定说让俄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但是他给乌克兰施压，那这绝对是昭然若揭。在前几天节目一直说，自从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发生争吵以后，最着急的是特朗普。乌克兰和泽连斯基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他们一直就是火烧眉毛，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也就是说无时无刻不在焦虑
不在这个着急之中，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白宫发生争吵以后，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来说只不过是也增加了一个问题，但是对特朗普来说那就是把他摆了一道。因为特朗普你从他今天在美国国会做的演讲就可以知道，他是个非常自恋，他把自己直接就比作华盛顿，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所以说他本人恐怕是想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以彰显他伟大，对吧？他拯救了人类，避免了第3次世界大战。但是如果乌克兰不跟他谈，那他怎么办？极限施压，也只能是不给武器，不共享情报。大家知道玩这个，如果你要玩脱了，乌克兰真的败了，俄罗斯也不需要你来协调，人家已经赢了，你特朗普有什么功劳呢？你看，所以说他也不能指望乌克兰真的输。如果乌克兰在前线发生溃败，到时候普京根本就不料理特朗普，人家直接就把乌克兰推平了，或者是直接达到他的成果，特朗普的作用马上就急剧下降，这个大家都明白吧？所以我说特朗普他玩不好，这个火候非常难拿捏，所以他是最急着要跟泽连斯基要进行谈判。所以你看今天特朗普在这个国会上面说，泽连斯基给他写了一封信，言下之意就是泽连斯基愿意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进行和平谈判愿意签署这个扩战协议等等。然后泽连斯基还表示了对这个白宫发生争吵遗憾。但是让人搞笑的是什么？乌克兰驻美大使对此进行了澄清。这个乌克兰驻美大使叫马尔卡罗娃，在白宫争吵的时候，他不是流下了难过的眼泪吗？就那个他在脸书账号上写道在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我们仍在向前迈进，建立关系并促进我们优先事项。特朗普总统在向全国发表讲话时，宣读了我们总统泽连斯基的一篇贴文，就是一篇微博，并说我感谢他发送了这封信。你看看人家辟谣了，就是泽连斯基根本就没有给特朗普写什么信，泽连斯基只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贴文，特朗普立马抓住这个机会说，那就是写给我的，行了，你的歉意你的诚心我已经感受到了，咱们赶紧谈判吧。你看看特朗普多着急。所以我一直说特朗普是最着急，弄得不好就翻车，现在不就在走钢丝吗？胡锡进老师说，泽连斯基虽然在军事上面没有什么牌可打，但是在外交上面牌还很多，这你不能不说胡锡进老师在这一块看的还是比较准的。这个乌克兰总统新闻秘书谢尔盖尼基夫罗夫也表示说，泽连斯基没有写任何信件，特朗普说的是社交网络上的一篇贴文。当然了，泽连斯基他也有要跟美国和谈的这个意愿，这个咱们不能否认的。问题是特朗普确实着急。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秘密会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 CNN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了该消息。这个 CNN 报道说，在这次美乌秘密会谈中，美国高级官员强调了尽早稳定乌克兰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并敦促乌克兰方面尽快恢复与美国的谈判。消息人士透露，参与美乌秘密会谈的官员之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别代表凯洛格。说到凯洛格，我注意到在那个著名的白宫这个争吵事件中好像没有凯洛格，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在特朗普的那些马仔里面，好像凯洛格他是倾向于乌克兰，他不是到基辅去访问吗？去看了那么很多受伤的乌克兰士兵，完了说美国和乌克兰是站在一起，这不就是凯洛格吗？恐怕是特朗普的马仔里面凯洛格相对来说比较倾向乌克兰。白宫那个争吵好像凯洛格不在吧？你看看特朗普一看不行了，还是把凯洛格派出来吧，赶紧去乌克兰，对吧？你不是跟泽连斯基关系好吗？你去劝劝他，秘密会谈，就这么回事。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影子成员是他儿子小特朗普，还有几个人，他们一个影子内阁，他们就准备把凯洛格还有什么卢比奥都要换掉，因为凯洛格和卢比奥两个人的看齐意识不强，没有紧跟特朗普，没有坚决贯彻特朗普的指示就是按照小粉小红的说法，就是凯洛格和卢比奥总是夹带私货。还是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安全顾问沃尔茨这个小跟班，他说美国正在与乌克兰讨论会谈地点和日期。他补充到，如果谈判成功，美国将考虑恢复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可能性。福克斯新闻援引他的话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些谈判，并继续推进谈判，并真正提出一些建立信任的措施，那么总统将非常努力地考虑解除暂停。你看，对泽连斯基萝卜加大棒，一边是恐吓威胁施压，一边是引诱。你看你来谈判谈成了，你要有诚意割让领土，那么会考虑解除暂停武器援助。所以我一再说，实际上是特朗普着急，泽连斯基横下心就是不理他，不谈判，不去，不搭理他，特朗普肯定还会极限施压，但是他也无能为力。前几天这美国国家最大的压力就是要把泽连斯基给换掉，换一个愿意签投降协议的来当总统，说能够跟美国和俄罗斯谈判的。
我觉得这个是对乌克兰最大的压力。那现在你看看不提了，这2天不提乌克兰总统选举了，因为他也知道把泽连斯基他换不掉，乌克兰人现在团结一致，那没有办法，那只能硬着头皮捏着鼻子跟泽连斯基谈，你再不喜欢也没办法。为什么呢？这个英国的独立报34日报道说，乌克兰政府近日推出一款印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言论的 T 恤衫，这句话源自泽连斯基2月28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发生争吵的一句话，叫当这场战争结束时，我会穿上西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乌克兰政府人家认为泽连斯基说的没有错，没有毛病，开始印这种 T 恤衫在卖。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乌克兰有个士兵，当俄罗斯士兵拿着枪指着他，要他喊俄罗斯万岁，结果这个士兵喊了一个乌克兰万岁，荣耀属于乌克兰，结果把他枪毙了。这个人不是后来不做了个雕像，完了印了他的 T 恤衫，非常流行。现在又流行泽连斯基的这句话，这就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泽连斯基的认可，这就表明乌克兰人的一个态度。然后又根据《每日邮报》报道说，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准备下周与泽连斯基组团2刷华盛顿，3个人一起再去跟特朗普会谈，向特朗普展示欧洲和平计划的统一战线。特朗普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我想恐怕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会晤一样不会一帆风顺，原因就是因为差距太大，一个让泽连斯基要投降，泽连斯基怎么可能投降？泽连斯基只想要美国的援助、安全保障，特朗普都给不了啊。所以说下一周斯塔默、马克龙、泽连斯基跟特朗普的会谈恐怕不会太一帆风顺。法国媒体搞了个民意调查，说您仍然认为美国是法国的盟友吗？回答否的占 73%， 回答是的只有 26%。 这个希腊中西时报报道，他说在经历数日沉默后，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于4日与泽连斯基通话，明确表示希腊将支持乌克兰。据希腊总理办公室消息人士透露啊，米佐塔斯基在通话中向泽连斯基表明了希腊在即将召开的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上的立场，并强调欧盟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发生摩擦之后，希腊的总理一直没有表态，现在考虑了1个礼拜之后，最终下定决心要支持乌克兰。这个立陶宛的出版商宣布下架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著作《乡下人的悲歌》，以回应美国政府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的决定。然后相反，他们鼓励读者支持乌克兰的作家，你看看开始抵制万斯的那个书了。澳大利亚总理重申对乌克兰支持，或考虑派兵。这个叫阿尔巴尼斯星期二指出，澳洲将对派遣军队到乌克兰的提议进行审慎考虑，并强调乌克兰的抗击俄罗斯的斗争不仅关乎国家安全，更是维护国际法的重要行动。也就是说，乌克兰抗议俄罗斯的侵略，这关乎了道义，这个才叫古元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元武说的这个天下指的就是道义，所以正因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关乎了道义，所以这么多国家支持乌克兰，就这么简单。但是没有办法，美国选出了一个商人，不知道道义是何物啊。这个欧洲真理报报道是爱沙尼亚外长查克纳称，美国决定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意味着欧洲必须比以前更多更快的援助乌克兰，以填补缺口。这位部长说，爱沙尼亚政府已决定今年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加 25%， 并紧急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1万枚炮弹。这位部长还说，为帮助乌克兰筹集更多的资金，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使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由于俄罗斯被冻结的国有资产大多位于欧洲，因此欧洲在采取行动并引导这些资产帮助乌克兰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30亿欧元援助，但舒尔茨已经冻结。莫茨表示他将与即将卸任的总理舒尔茨举行会谈，以澄清向乌克兰提供额外军事援助的问题。也就是莫茨都着急了，让这个舒尔茨你赶紧批准吧。这个来自泛欧联盟的欧洲议会议员将在即将召开的峰会前向欧盟领导人提交一份9点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剥夺匈牙利的投票权，任命卡拉斯为欧盟正式外交部长，建立欧洲联军，并修改条约以扩大欧盟的防务和扩大权限。你看看，马上欧盟就要做出改变，以应对新的形势。虽然冯德莱恩说要重新武装欧
欧洲要筹集8000亿欧元，各成员国可以绕过欧盟自主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和援助。但是欧洲毕竟国家众多，都是小国，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他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实际困难，所以团结也不是那么一句话的事。你比如说俄罗斯被欧洲冻结的资产，刚才爱沙尼亚就说了，把他资产没收，用于乌克兰买武器。那英国也是这态度，英国建议把2000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给他没收了。但是法国和德国就坚决反对，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欧洲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那反过来俄罗斯实际上也冻结了很多欧洲在俄罗斯的资产。那这里面恐怕就是法国比较多，法国在俄罗斯的投资，一个是石油方面的投资，一个什么矿上之类的投资，那肯定不少。你德国、法国，你同意欧洲把人家俄罗斯的钱一扣，那人家普京也把你的钱一扣，所以受损失比较大的就是德国、法国，所以他就不愿意。所以说都在算小账了，没有那么容易。英法计划在乌克兰取代马斯克的星链。据卫报报道说英国和法国正筹划用 OneWeb 替代马斯克的星链，以支持乌克兰的战争努力该这个系统是法国卫星公司的英国子公司，已准备迅速部署新型接收器，也就是做好这个预案，这叫底线思维。万一马斯克宣布断网，对吧？那前线的乌军那还得有的用。再看看这2天，我一直说大国对俄乌战争这个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总之跟以前不太一样。昨天还是前天，央视播了3分钟的泽连斯基的讲话，这是十分罕见的。以往只报道俄罗斯，今天凤凰卫视放了一段视频，是凤凰卫视2月21号派记者跟随乌克兰军队127旅的一个作战小队到前线执行任务，由于受到保密的要求，所以说他是2月21号拍的，那你得半个月以后才能发布，以免泄密暴露位置。乌克兰军方表示，到目前为止，凤凰卫视是唯一一个深入乌军前线，见证乌军执行真实军事任务的中文媒体。这个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叫陈颖，非常勇敢，这个在前线非常危险，她所到的地区那是经常有俄军的无人机在盘旋。大家看视频。凤凰卫视特派乌克兰的记者陈莹在2月21号跟随乌克兰军队127旅的一个作战小队到前线执行任务。乌克兰军方一再要求必须对他们的阵地和驻地尽可能保密，并且要求本台延迟播出相关内容。乌克兰军方现在也说，到目前为止，凤凰卫视也是唯一一个深入乌军前线，见证乌军执行真实军事任务的中文媒体。接下来我们将会以系列纪实报道的形式，为大家还原凤凰记者深入乌军的见闻。在2025年2月20日决定前往哈尔科夫之前，我们已经与乌克兰军方进行了几周的沟通，直到20日夜里，我们才得知第2天的行程安排，但采访对象和具体地点仍然未知。2月21日下午14时，摄像师、翻译和我在哈尔科夫市内换乘了乌克兰军方媒体官阿纳托利的车。这时他才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将近距离观察驻扎在哈尔科夫地区的乌军127领土防卫旅228营的一个作战小队。他还特别提醒我们，为了能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迅速离车，不需要带安全带。在公路上行驶了大约30分钟之后，我们抵达了一处有很多废弃战壕的地带。即将受访的乌军作战小队原本要派车在这里接应我们，但汇合点临时有变，我们又继续行车5分钟，到达一处已经驶离公路的田间路段，并按照乌军人员的要求穿上了防弹衣。再次上车前，我和摄像师都被要求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我们现在是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在乌克兰军方的带领下，坐在他们军方的车上前往驻扎在哈尔科夫地区的乌克兰地面部队之一第127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这辆导航车也是来自于乌克兰军方。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路面状况是非常的糟糕，这个路面上的这种沟壑是非常的深，非常的巨大，尤其下了雪之后呢，行车起来更加的困难。我们现在车道能听到我们这个车的底盘已经被卡住了，所以可能需要停下来整理一下，看看这个车的状况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行进。像这样汽车底盘被沟壑卡住的情况，一路上发生了至少3次，还有一次我们的车险些冲向路边的灌木林，而担任驾驶员的乌军媒体官显然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在这样的路况下，又行车近40分钟后，我们抵达了乌军一个地面作战小队的据点，也是他们的驻地。这里距离俄乌两军的接触线不足10公里。我现在这里的位置是在乌克兰军方第127旅位于哈尔科夫州的一个
据点。我们这里距离边境俄乌边境是比较近的。在抵达了这里之后，军方的这个车辆也是需要隐藏在被白雪覆盖的这个丛林里面，为了安全起见，因为这一带的这个地区是俄军的 FPV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是可以抵达的。当时的气温是大约-15摄氏度，而他们居住的地下掩体有2段共约10米长的通道连接地面，出入口都有厚重的毯子遮挡。掩体内是比较温暖的，能看到里面摆放或悬挂了各类生活物资。狭小的空间内设有6张床位。So this is where they live. Yes. How many people are they here? 4. Okay. So you live here for how long time already? Ну, я місяць, трошки більше. А решта хлопців? Ну, це і так решта. Ну, ми на бойовому чергуванні. 在他们的驻地停留了10几分钟后，拉蒙所在的4人作战小组接到上级指令，要立即出发前往另一个据点，去执行一项用乌军自制的战车向俄方发射火箭弹的任务。凤凰卫视陈莹在乌克兰哈尔科夫战区进行的采访。我在想，凤凰卫视我们看惯了卢宇光报道的都是俄军，对大家都有印象，很少有报道乌军，尤其是到前线。为什么这个时候，对吧，允许做这些事情，而且允许在咱们国内网站到处放，这就是一种叫风向，一种动向。如果说以前，也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两人眉来眼去啊，勾肩搭背之前，咱们无论是外交还是舆论，是不是都是偏向俄罗斯的？至少嘴上嘛，就是口惠而实不至，那在舆论上面、外交上面似乎都是对俄罗斯有利。但是自从俄美勾肩搭背以后，咱们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央视啊，关于乌克兰的正面报道多了起来，连胡锡进老师啊，现在都不再一味的黑这个乌克兰和是不是胡锡进老师也是嗅到了什么味道啊？我们再看看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到访的缅甸领导人敏昂莱，双方讨论了俄缅进一步发展互利合作的前景以及国际紧迫问题。会晤通过了联合声明，并签署了一系列政府间的和部门间文件，包括俄罗斯在缅甸建造一座小型核电站，为缅甸提供低价且环保的能源。俄爹对我们的关爱那是无微不至，专绕着咱们搞核电站，跟越南也要搞核电站，帮朝鲜搞核武器，这回跟缅甸再搞个核电站。你看这俄罗斯是刚把气还没喘匀，我还没擦干净，刚跟美国搭上线，马上就开始搞这一出。这个敏昂莱在俄罗斯很活跃啊，又见了这个俄罗斯总理，又见了绍伊古，这到底要干啥？俄罗斯为什么热衷在大国背后扶植这些势力呢？说到核电站，那不大国是最喜欢造核电站的，咱们核电站出口，为什么这些国家不愿意跟大国建核电站，也跟俄罗斯合作呢？俄罗斯的技术好吗？所以说这个俄罗斯这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特朗普最近的努力啊，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表扬。克里姆林宫周日对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外交政策转变表示欢迎，称现在美国的观点基本符合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看法。你看他们三观一致了，对标了。当地时间4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联席会议演讲中表示啊，他说美国与俄罗斯进行了严肃讨论，并收到了强烈的信号，表示他们已做好和平的准备。这都是特朗普说的，已经接收到普京的信号了，普京给他发信号了，说做好和平的准备了。但是啊，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一哥啊，梅德韦杰夫又对普京做出了最新指示。这个梅德韦杰夫说啊，必须最大程度击败乌克兰。为什么呢？说担心美乌矿产协议后恢复军事援助。这个梅德韦杰夫现在指示普京，现在你就要乘胜追击。这个美国正好给乌克兰暂停了军事援助，趁着机会把乌克兰打败。要不然他们马上对吧，达成了矿产协议之后，特朗普也可能要援助乌克兰。你看看，你说这不是难为普京吗？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啊，世界在最近这500年的苦难全部发源于欧洲，或根源于欧洲的做法。拉夫罗夫说，世界的500年苦难源自于欧洲，这个咱不太清楚。虽然说的挺像什么拿破仑、什么希特勒等等，是什么克里米亚战争、殖民主义，但是对大国来说，这几百年来的苦难全部来源于俄罗斯，这个是成立的。作为大国人，记住这个就行了。我们这近几百年的苦难都是来自于俄罗斯，所以肢解俄罗斯符合咱们的利益，只有百利而无一害。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